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日前搜查旺角兩間書店、樓下書社同田園書屋，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，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嘅作為罪，拘捕5人，並檢走大量具煽動意圖嘅書籍刊物。事件引起社會關注。近日網上流傳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被指回應事件時，曾以焚書坑儒為秦朝帶來社會穩定作比喻，引起熱議。不過陳穎欣澄清自己從未作出相關評論，指造謠者利用佢喺立法會發言嘅相片，加上焚書坑儒等字句誤導公眾。佢批評造謠行為卑劣，居心叵測，屬軟對抗手段，必須嚴厲譴責。陳穎欣強調，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，社會已止暴制亂，恢復法治穩定，但軟對抗同海外反中亂港行為仍未完全平息，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仍構成風險。佢呼籲社會要敢於講真話，揭穿假消息同假新聞背後嘅政治目的，保持警覺，明辨是非。